又10點啦，涼都未沖啊！你係咪一返屋企就知道玩手機啊？唔緊要，今日就教你如何用半個鐘去提升自己。今日分享4個好用嘅打卡 app， 每日半個鐘，讓自己變得更強。Over His 想提升英文就用呢個，每天一點點，成功就在眼前。進入 APP， 選擇你要學的詞書，點擊下方隨機，點擊加入記憶，每日打卡10個單詞。想鍛鍊就用呢個啦，每天10分鐘，幫你制定高效的減脂計劃。按指示設定運動目標，設定時間，自我提醒。參與計劃，每日按日程打卡。太多嘢想做，唔知做邊樣先。唔緊要，呢個 app 幫到你，好似打機咁，逐個擊破。輸入每日目標，點擊啟用，量化紀錄，訂立可量化的目標，輸入自我激勵的獎勵，持續打卡，每日進步。一個人打卡太悶，用呢個 app 啦，叫埋班 friend 一齊。喂，今日你打咗未啊？點擊好友，輸入好友號，訂立目標，填寫到任務內容，選擇一同打卡的成員，拍一拍，提醒成員打卡。揀幾個你適合個 app， 每天只需要半個鐘就可以真正提升自己。如果你仲有啲私家好貨，評論區話俾我知啦。